大人，有人愛見你啊！有係嘛人愛見我啊？阿爺，你來請我做乜嘢啊？萬弟我係個阿爺，所以要對我良心。阿爺，你乜嘢意思啊？乜意思？小孩唔係要讓你講嗎？阿姨平常，你都唔係抽空再去見佢一下嗎？你都真是奇怪啊！係咪看我鄉下有華富貴，都想我來請我攀親人之嘅啊？我有，阿姨係真嘅騙到十分嚴重，你敢啲？佢騙得清楚咧，細細娘娘嘅喊起你，讓擔負你國父，讓擔負你前上，都唔係愛你來情你，同地你嘅樣咧。既然佢就按照老二條講，你就喊我請我做乜嘢啊？父有，我的意係嫌棄阿姨嘅出身，不過佢唔係天生敗腳嘅呀。有命喪死，喪本氣，自負一品，來出氣，就命歸人叫。大同百腳全係，百腳全係娘你。好咧，你唔是這老來講，我唔會聽你轉過去嘅。難道你真嘅狠心，唔再去見佢最後一面嗎？哼，真是可笑。佢老愛有我幹嘛嘅關係啊？為嘛嘅我會去見佢最後一面啊？佢係你嘅阿爸。你用我講得出安不好嘅法？佢唔係我嘅親生父親，我何來不好啊？原來你到底咧，莫怪對阿姨安無情，無阿萬地。用子也地愛開路，愛為你多犧牲，提起家門應一出，不是人情愛愛，人情總有人情萬，哪講愛萬永遠。前用一見的，一見唔係天經地義，就算愛痛，永遠也是。
好嘞，我係講過，我無可能轉去。你做得走嘞？我唔會俾你轉去，肯唔肯轉去，就看你自己嘅良心。你還記得嗎？細細嘅事情，頭髮領嘅事情嗎？當時嘅你，嘅善良，嘅大驚小，蠻答應我做嘅有嘅嘢。天啊，只能夠我對你期望挺高嘞！為嘛該？氣候，因為嘛該，我家就我丟體，天公嘛都大為嘛該。孫少爺，老爺有講，只要你願意轉去，我任何補償，你就願意呀。孫少爺，你就看在你老爺唯一的親人，每家安泰的產業等你繼承，你就做每家吧。阿爸，阿爺叔妹，小韓，大家看，這頭髮樹下的頭髮沒安詳呢，真經動講，唔過，小韓。有咩的呀？阿妹，你頭髮漂雖然動講，不過未清採購呢。伊就因為採購，花開的獎就係我本人欣賞嘅呀。唔看，伊掉啲下來嘅時節，真經動講，本人感覺身材顯更漂亮。不過貼在地面後，就冇人會痛下佢，就會本人感覺冇欣賞價值。令人踐踏，按樣看來唔係清採購係。唔過，萬物唔係就係按樣咩？只注意開到擦爛嘅花，萬人會去注意車體後嘅花變什麼嘅樣咩？我所愛感覺幾條當採購啊！小韓啊，其實啊，你每一項嘅生活。各有其生存嘅基單呢？阿希爸，乜嘅意思啊？來，俺就將了同髮樹來做比喻。你看，這個同髮樹，佢同髮盛開嘅時節咧，人啊，就企到了樹下，感受像雪花般。跌下來的頭髮，係咩啊？就像身臨仙境，一般的美景啊！感覺清強呢。係啊，再過來咧，我倆到頭髮開剔以後，會結籽哦，結嘅頭髮籽，俺就做得拿來白做桐油，本人使用的呀。頭髮車體還會結成頭髮籽啊？嘿喲，古說嘞，你呀得話看到嘅只是呀頭髮樹短短嘅花期，其實啊，呢頭髮樹嘅一生啊，就會為人類嘅服務呢。哇，嘅同事很偉大啊！有有，希望你倆拜上金，做得金榜題名，改善你國下嘅想法，本爺爸都上好你哋。唔要，你阿爸
辛苦養育你，就是希望你一天會做個有用嘅人。我到底會用辦事，我到底會用辦做。不以精神，徒來修行財神，鐵情勇氣。心推不回顧，心難成。阿賢說：“你係阿爺嚟啊？係啊，阿賢說，你唔係都有錢人家做管家麼？唔會可以來壓老婆噶？阿爺嚟。講來話長啊，我呀，從來輔助管家冇唔錯，因為啊，廿幾年啊，年咯就出來，我請我個順手也個手勢，哎呦，怎會變阿娘？係阿娘哦，阿賢說，我話你都有錢人家做管家。真享受，沒想到你安辛苦啊！冇辦法哦，生人的頭路啊，就阿娘。阿娘也對啦，阿賢說，既愛就冇耽誤你情，有閒來我屋下坐了誒。好，啊，阿爺咧。等下，阿賢說，娘誒咧，阿爺咧，你呀，喺閒在做個桐花村創麼？阿賢說，係啊。哎呦，阿爺咧啊，跟我哋打探一下，跟20年前啊，你哋係乜人？做個桐花村，桐林內。飲多生意麼？阿賢說：愛弟呀，阿爺咧，做得帶我去搞屋卡麼？阿賢說：你讓我上去搞屋卡啊？因為啊，咁飲多嘅生意呢，就係我外家嘅順手呀。我想講，我親身落去攞佢說道車啊。原來係咁樣。阿賢說：都好，我要去搞屋下，我帶你向下來去。好。阿希爸，
愛買啦。哎呦，阿姨呀，人用杯要到堂下咧。哎，就無相干啊。請問係宋阿姨嗎？哎嘿啊，請問你係？我係賣家嘅管家啦，係我老爺，係我來，我來感謝恩人宋阿姨，你呀對我嘅孫少爺嘅照顧，也希望啊恩人你呀能將我嘅孫少爺看盡賣家。不過阿姨薄定樣，無有也無轉來，阿姨總得替你跪獻咧。了，阿姨咧啊，等下咧，佢無言，那每家孫少爺，嘛個關係呢？阿姨上多無有，竟然去每家失落嘅孫少爺。係啦。唔過啊，我要去請過我孫少爺，家己就冇答應我多進來，所以啊，等來拜託恩人，你啊留佢看準我。阿賢說：你看阿姨阿娘，那有辦法留意天數，更何況無有自家，係唔係做外家，真係個太難題啊！娘親講得對，家下娘親轉來，我冇看到無有就地，無有唔愛轉來咧。做乜嘅？唔好做來咧！阿希吧，要好健康，你報錯啊！無有講，阿希唔係家嘅阿爸，佢唔係做。陰公，我孫少爺有冇做啲賣家啊？阿希，阿希嘅報錯啊！阿希吧。記得，因為我做個庸庸之人啊，好，我帶你去同法律，我會去證明，我會做錯的，最滿意有同法嘅來耶。送牛天。
長期將我丟出去的時間，我所有，永遠攏與我每家無關係。我所有，永遠都會送阿姨嘅來呀！阿希爸，母親，母親。母親，你會好好是太不愧給有的，等你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友好你。安樣就對了，不要，人講菜上一粒頭，一個時候敗豬頭。安樣，我知錯了。多謝你嘅教訓，真是太好了！愛聽認識嘅無友，總算又都轉來了。阿希，你嘅何來誒？轉來愛好好友好你咧，你愛個腳好起來。好，好，好。紅髮將紅髮，紅髮林中迎紅髮，謝髮。用一河來分片，不夢初心。